会扁去的，卡袂转去的。我你咧？扁开迄波扁去的波。Follow AYO 台语好耍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台阿妹啊。今日是咱学白话字基础的第2集。咱先来溜一下，复习一下第1集的重点。第1集有甲大家讲台语的音节结构是啥物？对，无毋对，声母加韵母加声调。Yes， 这集的节目就要为白话字的声母开始一个一个甲大家小解。台语白话字内底拢总有18个声母，咱这集先甲大家介绍8个声母，咱甲伊分做4组。第1组是双敦音 ，b 甲 p， 吼，发音的时阵，顶下喙唇爱先合咧，开了发出声，这咱嘛叫做合敦音，像安尼 b， 吼，先合咧甲出声 b b b 阿伯的 b。啊，波若加一个气音呵伫后壁，加一个送开伫后壁，就变做啥？呵，对，就变做坡。吼，啊，你若想要知影你的迄个气音敢有发出来，你会当用你的手放伫你的喙头前安尼，坡，吼，波加气音坡，安尼你就读到啊，就是坡。坡是风坡的坡，波浪的坡，坡的坡。好啦，咱做伙搁念一摆哦。p， 记好哦。安尼这是第1组，刷来第2组是起化音 ，d 甲 t。发音的时阵，咱的舌会放伫顶下喙齿的中央，啊出声了，舌会揪离开，走去喙齿的后壁吼。像这若是喙齿啊舌，安尼 d t， 嘿，就是安尼。像这是 d 菜刀的刀 d。啊，刀若加一个气音好伫后壁，会变做啥物？桃对，就是桃，无毋对。石头的头，桃儿桃的桃。好，咱搁做伙练一摆。桃，嘿，搁来第3组，发音的部位伫两顶壳，就是上颚。这2个声母就是 g 甲 k， g 是哥哥的哥。哥的哥，我咧学的时阵是感觉讲，这个哥伊的正手边遮做成个注音符号的哥的一半，所以我看到这个字，我就会自然想到啊，伊就是读做哥。哥的后壁加一个气音呵，会变做啥物？科，对，无毋对，伊就变做科。咱去医生看的时阵，内科外科的科，科，好，咱做伙念一下哦。哥无风，科安尼就有风，吼，安尼就对啊。今日的最后一组嘛是起化音 ，z 甲 c， 发音的时阵，你的舌会拄伫喙齿后壁 ，z c 嘿对，拢有拄伫喙齿后壁。这个声母就读做 z， 支持的支 ，z 的 z 加一个好送开变做 c。嘿，变做吃，嘛是共款，支持的持，吃伊持的吃，你拄好好记支持这个词，拄好有支甲吃伫内底，啊伊的韵母拢是共款的，支伊支，吃伊持，安尼你会当甲支甲吃做伙记起来啊，对无？安尼咱做伙搁念一解哦，支吃，yes。真紧，咱就甲这8个声母拢学会晓啊，是毋是？无你想的遮歹学，对无？一个啊就学会晓啊，即马甲过几分钟尔，对无？为着要帮助大家较好甲遮个声母记起来，我有准备一寡影片吼，好记的影片，互大家看卖，吼，咱即马就来看影片 ，surprise！ 哦，我足久来看阮阿婆啊，听讲伊最近迄落喙齿咧疼，我就买糜来回食吼。你看阿婆怎么创啊？阿婆，阿婆，你哪会食披萨啦？阿婆就爱食披萨。哈？啊，你毋是喙齿疼，我买糜互你食呢？爱食披萨，去食。阿婆食披萨，阿婆你食披萨哦。
阿伯食披萨，阿伯食披萨，噼噼噼，啵啵啵。阿伯的啵，玻璃的啵。小姐，你家己一个人哦？无啊，我咧探阮朋友。我叫阿强啦，要做朋友无？我高中的时阵考试 pH 值99呢。pH 值？嘿啊。屁啦，迄是 PR 值啦。啉酒啦。pH 值屁啦 ，pH 值屁啦 ，pH 泼泼泼，风泼的泼，波浪的波。你想哪？踢到的啊，踢到的啊，踢踢踢，得得得，菜刀的刀，刀啊的刀。TH 是 Thank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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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hank 啊，讨厌啦，我发不出来啦 ，TH 讨厌啦。TH 讨厌 ，TH 讨厌 ，TH 讨，佚佗的佗，讨厌的讨。你创啥？哦，我伫 K 哥家啊。你去 K 歌哦，倒位啊？我嘛要你去啦。毋是啦，我交一个新的男朋友叫做 K 哥啦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好啦，拜拜啦。啊，拜。K 哥 ，K，哥哥哥，哥哥的哥，辉哥的哥。Excuse me. Do you know how to go to Taipei 101? 哦，你要去迄落台北01遐？哦，你倒位人啊 I'm from KH. ？KH 倒位啊？KH，啊，我想袂起来啊。高雄。啊，你高雄人啊！你甲我骗你啊！啊 ！KH 空 KH 空 KH 科来科的科，科起的科。哇！礼拜五下暗6点，请准时收看 CH15台台湾好滋味，赞！哦 ！CH 滋味 ，CH 滋味 ，CH 滋，支持的支，滋味的滋。你安怎？啥物啊？哈？吃？哈？什么意思啊 ？CHH 吃 CHH 吃 CHH 吃。佚佗的佚，赛车的车。
啊有好笑。毋是咧问大家你敢有记起来？你敢有好笑？我重点是爱记起来，对不对？嘿啊！以上看了这个影片，大家敢有感觉较好记啊？我陪大家来复习溜者，袂当直接关起来哦哈，来做伙复习无好来。阿婆的婆，风坡的坡，菜刀的刀，佚佗的佗，哥哥的哥，来科的科，支持的支，支持的支。对，就是安尼。接来后一集，我会教大家剩的10个声母。这2集看了，你就甲台语白话字的声母全部拢会晓啊！耶！除了安尼，大家会当去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佮有我 Facebook 的袂重要。耶！我会晓讲啊，袂重要。我按算有时间的时阵，我就来播一寡15秒的限时动态，会当甲大家做伙来溜一下。逐工安尼练，逐工安尼听，就甲伊背起来啊。以后你看到，你就自然知影迄物仔念啊。多谢大家收看，你若有介意，甲我饲一个赞，啊，迄个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安尼，多谢，拜拜。你刚刚说是怎样？这样。你到底是坐啥物物件？你摕出来互大家看。坐一个啦，这会听咧。